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1节到17节，罗马书第9章19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气。上帝会生气吗？上个礼拜六我们谈到了上帝的爱，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上帝的生气。为什么？我们简单的来说，我们引用诗篇23篇，大卫的诗篇，他这样提到牧羊人的2个工具，一个是拐，另外一个是杖。拐呢，是上头有一个弯弯的，当牧羊人看见羊掉到悬崖下面或是其他地方手够不到的地方，他就用这个弯弯的地方来勾住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拐代表着救恩，代表着上帝的爱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杖是用来赶羊、教育、教训的。上帝的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上帝的生气管教呢，其实也是上帝另外一种表达爱的方法。以前以人的角度来看上帝总是有一方面来质疑，另外一方面也有严父的特质。许多人说基督徒不应当说严格的话语，都是要讲好听的话。如同这样的一个成功神学的概念，基本上是违背圣经的原则。对于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人，甚至以宗教为名徇私的人，上帝的怒气是会临到他们的。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1节到17节记载了以利的2个儿子他们的恶劣行为，也导致了他们后来所面对的惩罚。圣经记载说，后来以利加拿回拉玛去了，小撒母耳人留在示罗，在祭司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。以利的2个儿子都是无赖，他们藐视上帝，不守祭司取祭肉的规定。在人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派仆人去带着3尺插去，肉还在锅里煮，仆人就把叉子插进去，插到什么拿出来就算是祭司的。他们这种对待所有来示罗献祭的以色列人，不但如此，他们甚至在脂肪还没有拿去焚烧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给我一块肉，我好拿去给祭司吃。他不要煮过的，只要生肉。如果那人回答，我们要按照规定先把脂肪烧掉，然后你可以随意拿去，祭司的仆人就说不要现在。然而他说我要抢了。在上主的眼中，以利的2个儿子罪行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他们不尊重献给上主的祭物。如同约翰福音3章17节所说的，上帝赐给我们独生子耶稣基督，是给世人，不是为了定罪而来，而是为了救恩。其实管教也是赐下救恩的一种方式。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，罗马书第9章19节到29节的标题说到，上帝的义愤和怜悯。
保罗这样说，或许你会对我说，既然如此，上帝怎能责怪人呢？谁能抵抗他的旨意呢？可是朋友啊，你是谁？竟敢跟上帝一起顶嘴呢？一个瓦器的人怎么来看这件事情？一个瓦器的人怎么能够对造他的人说，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子？陶匠毕竟有权拿泥土来造他所要的，他可以用同一团泥土制造两个器皿，一个是贵重的，一个是普通的。上帝所做的也是这样，他要显示他的义分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因此他以耐心宽容他发怒的对象，就是那些本来应该被击碎的器皿。他也要把他的丰富荣耀来显明出来。我们是他怜悯的对象，也是他所预备来接受他荣耀的人。因此我们不但是从犹太人当中，也是从外邦人当中呼召出来的。这就是他在何西阿书上所说的，本来不是我的子民，我要称为他们我的子民。本来是我所不爱的邦国，我要称他为我所爱的。在哪个地方我曾经对他们说，你们不属于我的子民，在那里他们要被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女。关于以色列人，以赛亚曾经呼喊，虽然以色列人像海沙那么多，但只有剩余的少数人得救。因为主将迅速的彻底的审判全人类，正如以赛亚从前所说的，要是主万军的统帅不为我们留下一些后代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蛾摩那样灭了。22节到23节，保罗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上帝对行为不正确的人的生气，但是同时也为了要彰显上帝的宽容及慈爱，基督徒应该要更积极地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，千万别等到上帝生气，然后又期待上帝的怜悯。诗篇99篇，至高君王上帝，上帝掌权，万民站立，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，大地震动，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，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。他神圣庄严，大能的王。你喜爱公正，你在以色列家建立了公理、公平，你伸张正义，支持公道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。那神圣庄严，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，他们祈求上主，他回应了。他从云柱当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就服从他所颁赐的法律。诫命是上主给我们上帝的，你答应他，你的子民，虽然你要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你只是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守法
守主帮助的人，避开你的怒气，成为主所喜悦的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